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許 Sir 有話說嘅時間。好，今日同大家講個課題咧，就講國家教育部咧，今年咧就喺大學本科收生嗰度咧，就加咗29個新嘅專業。咁建立許 Sir 咧，就係有個叫 Metos 嘅教育嘅一個設計咧，究竟點樣融合到，而又俾到香港嘅教育啟示咧？咁首先講翻有啲都可能朋友比較熟噶啦。許 Sir 近呢幾年嚟講咧，都講一個叫 Metos 嘅教育，其實源於咧就由 STEAM 教育咧，我想加翻個 L，即係 language 語文咧係非常重要嘅。咁故此咧，用英文嘅再組英文字母再組合咧，就變咗 Metos 呢樣嘢。咁啊變咗咧就係即係加埋一個語文落去，將個 STEAM。咁但係再過咗一陣咧，即係23年嗰陣時咧，就考慮到，原來呢個 Metos 用呢個咁嘅字母嘅組合咧，出現咗好多好有趣分完即係各項咧，就係我哋青少年人咧都好有興趣嘅一啲活動或者方向亦都可以喺教育擺落去嘅喎咁呢啲咧，亦都喺我以往嘅啲文章嗰度咧，就應該都闡釋過啦。咁亦都咧附咗喺我今次呢個YouTube 嘅嗰個內容嗰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跟翻咧，就了解翻啦。咁跟住我哋就唔多介紹細節嘅 Metos Two 嘅內容只不過就今次嚟講，就借國家教育部呢29個新學科咧，就點連結翻我呢個 Metos Two 嘅內容咧？一陣我哋睇一睇啦。咁究竟國家嗰個教育部更新呢個普通高等學校嘅本科專業嘅目錄嗰度，總共嘅有29個新專業，目標係咩啊？服務國家戰略發展啦。咁當然啦，提到有好多係 AI 嘅人工智能嘅，咁就面向呢個科技嘅發展全面。主動適應市場需求啦，啲市場需求咧許 Sir 亦都係有喺文章有解釋過，就係國家呢個消費型嘅社會嘅來臨因為好多工作咧俾好多即係機械人或者係人工智能咧取代，咁亦都變咗好多消費型咧一啲所謂即係服務型嘅產業咧就會提升咁市場咧就呢方面嘅需求，咁跟住聚焦人工智能咧，賦能社會整個社會嘅發展啦。咁總共咧就29科廿九科。咁首先攞咗即係有9科出嚟咧，就係同傳統嘅所謂我哋嘅 Metos One 即係 STEAM 加 language 咧，都係有即係吻合嘅。咁 language 咧，點解今次又講埋 language？當然啦，喺內地嚟講，就係中文梗係必然嘅啦。咁亦都係外文都有重要。咁外文主要都係英文啦。咁講咁但係而家咧唔好忘記，即係新世紀嚟講咧，多咗個 language 叫人工智能嘅語言啦，就 AI 嘅 language 啦。咁你睇到呢9種咧，除咗一個區域個別學嘅話咧，係比較一個即係地緣政治文化研究方面咧，其他嗰8種咧都同呢個Metos One 嗰個係有關係嘅以技術同埋工程為核心嘅分別係人工智能嘅教學啦，或海洋科與技術智能嘅視聽工程、工業嘅軟體時空嘅信息工程智能嘅分子工程呢個講材料學噶生物質嘅技術同埋工程，咁呢講能源同化學工程啦。咁集成電路咧好重要啦，而家都話講芯片嘅問題啊嘛，半導體啊嘛，咁呢啲都係好啦。原來嗰29項咧，除咗呢9項之外咧，其他嗰20項咧都同許 Sir 所即係提出嘅 Metos Two 係非常之有關係嘅。咁我又睇下嗰20項係乜嘢啦。20項大家睇到啦。如果講 M 嘅第一個M 講咩咧music movie 係嘛嗰類咧，咁啊有音樂技術啦、科技啦，有智能嘅影像嘅藝術當然包括電影藝術呢方面啦。去到 E 有咩environment 啦，係嘛亦都有e-sports 啦，係嘛亦都有 eating 咁樣。咁呢度咧睇到遊戲嘅藝術設計呢個好明顯係一個電競嘅考慮啦。跟住有呢個
智慧城市同埋空間嘅規劃，當然同環境有關係啦。低空技術嘅同埋工程，因為咧好多低空技術咧都會勘測環境啊，甚至嚟講要做咩啊？一啲即係飲食業嘅物流運輸都可能同低空技術有關係嘅。咁而碳中和同埋科學咧嘅工程咧，一定係環境有關啦，係咪？好啦，到 T 啊。好多時講 tourism 啦，係嘛？TV 啊，theatre 呢樣嘢啦，有啲咩新嘅專業係國際郵輪管理啦，咁直情呢個就係旅遊啦。數字嘅演藝設計包括演藝舞台同樣包括演藝舞台嘅，仲有一個數字嘅戲劇嘅專業。咁呢個咧就同 metals 嘅 MET 就好吻合啦，係咪？跟住嚟講，仲有幾多個啊？仲有11個咧，同 A 啦，A 係咩？Art Aesthetic 嘅美學啦，虛擬空間嘅藝術啦，係嘛？藝術美學嘅呢個範疇啦，人居嘅就係設計。除咗美學之外，仲有咩啊？生活啦呢方面。咁 L 啦，係嘛？講到嗰幾個即係所謂 life、living and love 三樣嘢。嬰幼兒嘅發展啦，健康管理、生命同埋愛啦，老年有人家嘅醫學同埋健康，亦都係生命愛嘅表現啦。同樣係關於生命嘅生活嘅，亦都係健康同埋醫療嘅保障。另一個就係人才發展同埋管理亦都係生活上一個好需要嘅事啦。人才嘅事同社會亦都有連結㗎。咁從社會聯絡嘅咧，就去到 S 啦，服務啦，服務係咩？Service story stage 仲有 sports 啦，係咪？咁智慧應急嚟講，好明顯一個服務好為滿嘅一個專業啦。咁如果跟住講有幾個咧，都係醫療性所以嚟講，我要提到話，如果我將佢擺個 M 加多個 medical 咧，亦都可以合適嘅。我咪有藥物嘅經濟管理啦，醫療器械同埋呢個裝備嘅工程。跟住兩個咧就係舞蹈嘅治療，居然都係成一個本科專業啦嚇。咁要體現到運動同埋生命嘅關懷。咁另外咧，好似有航空運動亦都有一個。咁你睇到林林總總咧，雖然當然啦，喺大陸咁多唔同大學，好多已經有唔同嘅專業啊。但係你睇到加落去咧，除咗頭先所講嗰9個比較以科技偏向之外咧，其他20個咧都同我提出 Metals 2入面嘅呢啲範疇咧係有關係嘅，即係證明咧，真係喺未來社會中呢方面嘅產業需要咧有一定，而亦都喺未來大專嘅教育中咧呢方面嘅學習嘅學額嘅提供咧，亦都係不少嘅。好在我哋香港而家走嘅即係嗰個高中嚟講咧，都有好多呢類嘅科目，係咪？咁我哋睇翻我哋高中嘅多元化啦，咁係有一定存在嘅。咁當然我仲要推展啦。咁你喺高中嚟講，我哋喺主要學科高中學科科目中咧有旅遊與管接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技與生活音樂視藝同埋體育都係啦。可惜嚟講都係可以咁講咧，係真係較為少，同埋有時嚟講學校基於好多人力嘅資源同埋一啲場地問題咧，有時真係提唔高唔到啦。咁呢方面咧，我覺得真係要再提升。而另一個可能一開始推出嚟講咧，就慢慢成長，到近呢幾年可能真係壯大咗啦。就係應用即係學科嘅課程，總共有六項嘅，即係除咗應用學習中文嗰個俾非華語學生適用之外咧，其他有6樣，而其中有4樣嚟講咧，阿許 Sir 一睇，哇！原來真係可以琳琅滿目喎。如果有啲真係唔知的話咧，都唔知原來喺創意學習，哇，有咁多類型流行音樂製作遊戲開始即係劇藝中環都有呢樣嘢。而喺媒體及創意中咧多媒體故事甚至係電影及呢個超媒體嘅電影製作咧都有嘅，真係。所以嚟講，都真係可以俾高中生一個好豐富學習㗎。咁而另外嚟講咧，喺服務同埋應用科學咧，哇，服務仲多。
包括 eating 在內咧，買好多啲烹調啊嗰類啊，跟住嚟講就係啲幼兒嘅發展啊服務仲有樂齡啊老人家都有照顧到啊。應用科學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健康護理運動方面嘅，咁所以嚟講真係其實相當豐富㗎嚇。咁當然嚟講呢方面咧，就真係要多啲學校或者去推廣，社會亦都要推廣咧，令到家長有接受呢樣嘢，咁變咗嚟講多啲學生可以。因為佢傳統學科方面嘅能力較為弱，興趣低的話咧，亦都可以嚟呢度發展。咁亦都高興地見到咧，呢幾年報考嘅人數咧多咗好多啊！今年嘅數字冇啦，2024年係7000幾個考生去報讀嘅，喺相對於2年前只係3500個，3500成倍咁增加，咁都係一個喜聞樂見嘅現象嚟㗎。希望呢啲咧真係可以咧做多啲，令到我哋嘅高中生咧真係有多元能力嘅發展啊！呢方面咧一步一步咧，希望可以做得更好㗎啊！咁而家許 Sir 跟住都講啲話咧，第一。既然做得咁好，DSE 有得評核嘅話咧，我覺得都唔係淨係要 DSE 嘅，有好多嚟講係可以一啲可以咁講佢自己嘅才能認證，咁我哋可唔可以做多啲咧？超越分數嘅多元能力嘅認證不同嘅比賽咁呢方面咧，俾好多學生咧，即係各有才能嘅表現咧，都係重要嘅。而大專嘅課程咧，雖然亦都係睇到，其實嚟講已經係多咗啦，尤其新嘅應用科學嘅一啲大學咧，係已經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咁但係亦都咁講咧，亦都如果相對於我哋嘅學生同埋未來社會需要嚟講，仍然係跨界係暫時不足嘅。係我希望可以多啲學科去融合，同埋對未來一啲產業嗰方面咧係可以對接嘅。而對我哋學生嚟講咧，甚至係家長嚟講咧，我哋嘅事係應該擴闊一點行行出狀元呢個真係而家到而家係真嘅，亦都係未來社會中咧有好多唔同能力、唔同價值嘅產生而有需要。我哋唔好淨係睇香港，起碼放眼大灣區啦，係咪？大灣區嘢就快成9000萬人嘅，就香港10倍嘅人口好多唔同嘅種嘅唔同嘅就業嘅行業或者係學習嘅機會。放眼中華，頭先講啦，國家都而家多咗29種嘅新嘅即係本科嘅嚟講，其實喺呢方面，如果我哋高中有多元化嘅學者話咧，去銜接我哋香港嘅大專或者乃至我哋全中國大陸入面嘅即係大專嘅唔同嘅學科嘅情況咧，都係好有一個即係發展嘅出路嘅。咁呢方面咧都可以俾學生或者家長老師咧呢方面去即係擴展佢自己喺人生規劃之中嘅眼界咁我哋講到啲話咧呢一個咧就係話，當 AI 擅長計算嚟講咧，我哋應該深耕感受；當 AI 優化咗流程咧，我哋應該咧創造意義國家咧而家新增咗咁多專業，亦都同許 Sir 嘅 Maths 教育咧真係有共鳴揭示咗咩啊？唯有打破傳統學科至上嘅慣性咧，喺香港教育中咧要植入咗文化嘅創造、情感連結同埋體驗設計嘅基因，只能夠培育出消費型社會中既能適應變革，更能定義未來嘅人才。呢一個唔係淨係教育嘅革新，更加係文明價值嘅錨定。喺科技嘅浪潮之中咧，守護嗰啲係使人可以為之人嘅光輝，咁呢個咧係好重要噶。咁最後咧呢一張海報咧都係 AI 設計咁教育真正嘅未來咧係在於讓人類更成為人類。咁今次咧嘅分享到此為止，多謝各位。